台语听有无？逐工报新词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信老师，欢迎大家收看今仔日的台语听有无？那讲到啊，5日节上有代表性的食物，当然就是粽咯。咱台湾这几年啊，定咧节南北粽。观众朋友敢知影因的做法有啥物无共款呢？个除了台湾的南北粽，无论是原住民，还是东南亚的国家啦，其实大家也拢有无共款的粽哦。观众讲朋友，敢有想要了解这虽然有虽然特色的粽，是生做啥款呢？今仔日的台语听有无，特别来和观众朋友做回来探讨。先来讲南北粽的料理方法啦。若要包北部粽啊，是甲葱头啊、香菇、三珍肉、冬虾、鱿鱼啦，这料分别啦，落去鼎里用温温啊火甲炒香啦，啊最后再去甲蓝做火落去卤。卤好以后啊，咱甲料先夹起来哦，甲已经吹好的竹米饭啊，甲这料已经夹起来以后，剩的卤汁啦，淋落去做伙拌拌炒炒咧，再个用已经洗过含杀过的粽叶啦，甲这料含竹米啊包做一粒一粒的粽啊，包的时啊用米粉啊绑做一罐一罐，最后落去电锅吹一下，安尼就完成咯。那南部粽的做法小可无同哦，伊是竹米啊，先甲浸水泡好软了后啦，倒淋卤汁、土豆、油葱酥落去做伙炒，炒好以后啊，含已经穿好伫边啊啦，各地拢有无共款的这配料啦，做伙用粽叶包做一罐一罐落去大鼎撒好色，安尼就完成咯。南部粽和北部粽上大的争差啦，是北部粽啊，会先甲竹米吹好色，再甲竹米饭啊落去包安尼啦，安尼啊饭会较 Q 啦。那南部粽咧是用青竹米小炒一下就落去包哦，再去甲规粒粽烧色，安尼啊饭会加真软啦。两种粽拢有好食的所在啊，嘛拢有人介意啦。观众朋友唔知介意倒一种咧？其实啦，唔是敢若台湾有南部粽和北部粽的分别啦。那越南啊，嘛同款有北部粽和南部粽哦。那讲到粽啊，是越南人过年定食的食物啊。越南北部的粽是四角四角的啦，越南文啊叫做安尼啦。伊啊，和越南第一个王朝文龙国的国王啦，襄王的传说有关系哦。那越南的南部粽啊，生做无共款，伊圆圆、长长、大颗大颗啦，越南文叫做安尼啦。这种越南的南部粽，无论是伊内底包的鸭，还是外面的粽叶，拢和北部粽无啥相像。那泰国人啊，也有食粽的习惯哦。泰国的粽啊，是包甜的。用芭蕉叶来包啊，内面的鸭是竹米先落去浸野是的水啦，含也是白白的肉挤出来迄个奶啦，就是华语讲的椰浆啦，含椰奶落去做啦。做好以后，顶面去压一寡乌豆啦。这时啊，拍开叶啊，几粒白色色，佮有一寡乌色来做装塔啦，有影是水个香。除了台湾、中国、越南和泰国以外，其实东南亚其他的国家也拢有食粽哦，像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啊，因都有牛肋粽啦。另外啦，有掺金蕉外形尖尖，像一个 ice cream 的缅甸粽啦，是真有特色的粽哦。另外啦，咱台湾原住民有的族群啊，嘛有食粽的习惯哦。像啊，新阿母和阿伯，都拢是真有特色的原住民粽。各位观众朋友，真侪民族、真侪国家拢会食粽，但种粽啊，拢有家己族群文化特色的传说和文化意义，绝对啊，唔是大家拢要纪念屈原啦。所以伫食粽的时，咱会当思考过粽的文化意义，安尼食起来定会更较香哦。今仔日的台语听有无就讲到这，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个时间交等好主播。